台湾平均一日有4个人会得到子宫头癌，目前是当做人类的女毒病毒 HPV 疫苗来预防。今仔早起有立委甲医界人士就呼吁讲，查甫的感染率其实比查某更较悬，所以应该甲目前各中的查某学生免费做 HPV 疫苗的政策，扩大到在部同学买单免费来做。 自2018年开始，各中的女学生拢会当公费做 HPV 疫苗，预防人类的儿童病毒甲感染子宫头癌的发生。不过 HPV 感染除了女性以外，也甲印度癌、火山颈癌，一个男性发生率排第3名的头癌骨癌有关系。 除了子宫颈癌以外，它也会导致男性的口咽癌。同时感染 HPV 的话，男生得到癌症的机会会比女生还要高。那尤其在国外，男性口咽癌，因为 HPV 感染的男性口咽癌都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了，在英国、美国、丹麦等等的西方的国家。 根据统计，全世界有5%的癌症甲 HPV 感染有关系，而且是无分男女，一世人拢有5成到8成机会感染。所以有几多位立委甲医界人士开公听会，希望甲各种的查甫同学也来立公费疫苗政策。 因为经费对倒来，有专家建议调整分管。烟害防治法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说，这个烟捐是可以用作这个癌症防治的用途，或许可以在这个烟捐的部分可以挪移出一部分的预算来，然后让我们国中男性也去施打。请我们的同仁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，不断的在做评估了，再请各位今天多多跟我们指导，减少我们的盲点。目前全台湾这个人嘉义市甲云林县补助。 各种的查甫同学做 HPV 疫苗，台北市是按算明年开始。卫生部处长张志豪表示，目前正伫咧做内部的评估，将会整理专家意见进行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